中国则打宣布要恢复进口台湾的文旦，佮开放因福建的民众来金门、马祖旅游。不过18线又佮讲9月25日开始要停止咱台湾34项农产品免关税进口的措施。而且佮点名讲，这就是因为赖清德当局在坚持台独立场害的。有学者的分析讲，中国利用经贸甲社会的资源操作，针对性的缩限佮开放，目的就是来统战。9月初，中国才宣布台湾的文旦会使进口。18暗时，中国财政部说讲，因为台湾单方面对中国产品出口有轻视的限制，点名赖政府上台以来，拢坚持台独的立场，相关两方敌意对抗，阻碍两方的交流合作。25开始停止执行对台湾包含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收进口关税。民进党政府如果不调整两岸政策，不建立一个有效而且互信的沟通管道的话，这样的状况可能会加剧这个跳脱意识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袱理性务实，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来看这件事情。这几年民主进步党执政中国对两岸关系企图要台湾跪下来，不就范的话，他就是会从两岸的一个经贸来下手陆委会表达遗憾，讲中国做一寡伤害两方拢虚名利益，对两方关系长远的发展无帮助。佮强调，事实证明中国善意拢是有政治的目的，会当随时取消。政府表达强烈的不满与抗议。那么，面对这些持续性的经济胁迫手段，政府早有掌握与因应，而中国偏偏认定我国的贸易措施构成了贸易壁垒，并采取报复措施，这其实已经违反了 WTO 的规范了。学者分析，中国最近拢是先大范围限束，再佫局部开放，想要达到统战的目的，用经贸甲社会资源伫操作，像讲开放福建居民到金门、马祖佚佗，和台湾的文旦才会使输入，拢是针对性释出善意。中国在利用经济或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来进行对台湾的这种精准的这种统战或者是威吓的杠杆操作。学者认为，北京当局是有计划对台湾施加压力，并不是敢若因为台湾政治高层讲什么，也是调整政策，建议政府要谨慎应对，嘛呼吁民众唔通落入统战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